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指挥中心表示，10月初5过后开放 KTV、NTV 电动机会当做生理，不过要超过6成员工做过头一档疫苗。有民众发现到家己5倍罐已经去互别人占去啊，甲别人白做伙。经济部表示，可能是个人资料已经泄露出去啊。国防部宣布，对这个月开始试办新版本的军事演练役，会进行1礼拜，实际今年有机会去到金门、马祖做兵。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已经是连续3天无出现本土病例了，不过伫今仔日有9个带病入境，也有一个死亡个案。另外，指挥中心表示，对这礼拜开始部分所在会当来放零，亲像是台铁、高铁入站了后保持距离，就会当食物件。另外，10月初5过后也开放一部分的娱乐场馆会当做生理，不过就要有6成员工做过头一档疫苗才会使。国内新冠疫情稳定，本土连续3天加零。不过指挥中心表示，有9个境外移入个案来自缅甸加印尼。另外，在确诊个案当中增加1个死亡。序号4是接种7月跟8月总共2剂的科兴的疫苗。序号5是在4月跟5月接种2剂的 AZ 的疫苗。然后序号8在7月、8月接种过2剂的科兴。序号9是在5月跟6月接种2剂的国药的疫苗，所以有4位是符合这个突破性的感染。目前国内新冠疫苗人口注射率有52.35%，加上本土疫情缓和，指挥中心也宣布，这礼拜开始放零部分场所防疫管制措施。台铁、高铁车站付费区应维持适当社交距离，应食物件。游览车以特定座位数无限制乘坐的上限。另外，基本表演展览、体育活动赛事，除了遵守实验制、放体温、挂喙安、禁止食物件以外，放零场所内底人数无受到室内80人、室外300人上限的限制。站里面本来就不能吃了嘛，好，那车厢里面目前还没有开放。那当然，在维持要排队时，及室内外要适当的社交距离。那可以现场售票，不受预约制。10月初5开始，有条件开放电子游戏场、资讯休闲场所 KTV、MTV、导游、麻将休闲馆等。要求室内娱乐场所爱用有浴制、实验制、放体温、专停挂喙安、人流控管，加强通风换气，免陪伴服务行为。人员应该6成以上爱做至少1剂疫苗，满14天，落实健康管理。我们已经在1个月前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做环境的消毒、环境的整齐跟环境的消毒这个样子。为了要让消费者更有信心，所以我们进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防疫门。那防疫门的话，就类似就是进场的时候会一个酒精消毒跟喷雾。针对麻雀馆爱用假帮，要如何拍是一个问题。指挥中心表示，离放零也过1礼拜会继续讨论。政策要放宽，总是要能够做才行哈。那我也请麻烦经济部再跟相关的这些行业的代表稍微再讨论一下。里面活动中心的卡拉 OK 基本上甲开放的 KTV 同款，指挥中心会先甲地方沟通，那管理单位应落实防疫，会比较 KTV。另外，婚宴会馆若室内空间较细，免超过80人；空间较大，应依照每人2.25平方公尺来算，同款爱管制人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头一批有打台湾票头的 BNT 疫苗，当时会送到位咧。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表示，目前要送过来 BNT 疫苗大约有140万筒，会分做3批送到位。按算拜时会先送55万筒来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头一批送到位了后，会先予主头一档的民众来使用。由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甲资助共同管的1500万剂 BNT 疫苗，第一批已经伫9月初2送到台湾有93.3万剂。那是专工做的飘头 BNT 疫苗，什么时阵送到哩？再去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册讲，头一批已经生产完差不多140万剂，会分做3批送到位。有一些航班安排呢，以及这个欧洲仓库出货繁忙的缘故，所以预计延迟1周，也就是在30号会运抵首批大约55万剂。那总数现在在欧洲呢，大概有140万剂的疫苗，预计要运到台湾。
郭台铭表示，专工组的票头 BNT 原定中秋节后出货，不过原使用的卢森堡航空无位，也甲原厂仓库发货正无用，致使着手续延误。经过协调了后，目前比原定先停办1礼拜。若是头一批疫苗安怎运用？指挥中心是讲，会先以做完第一剂做目标。那这一批疫苗呢，当然会扩大给更多人打哈，但是确定的计划还是等疫苗到了以后，好，我们再来做安排。然后第三个，这一批疫苗会不会拿来当相关的混打？那不会，我们再写第一剂的人来试打。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调整 AZ 疫苗注第2期政策，原本由各县市注册安排优先注52岁以上的对象，不过因为有地方政府反映注册困难，所以调整做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2到中昼12点，开放64岁至50岁去疫苗平台意愿登记，差不多有93万人完成意愿登记了后，1礼拜内应该就会当开放预约注射，可能会当伫双10年假前开始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假期，有一个查某民众，伊摕健保卡要去便利超商登记5倍券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的5倍券已经互别人占去啊，甲别人白做伙，相关的证件也无拍无去啊。经济部表示讲，可能是伊个人的资料已经泄露出去，才发生这款的代志。目前也已经向警方报案啊。摕到报案了后3连单，家己妻子王小姐将在警方口中头一个因为5倍券黄毛用盗领而报案的人。超商有约纸本的5倍券，拢要插健保卡，并且确认手机的号码了后，加单据印出来才算完成。王小姐26迄天摕到全家人的证件到超商有约纸本券时，发现家己的5倍券已经互所谓白订，不过身份证健保卡拢无放无。我是3个人要一起绑，怎么唯独我的是被数位绑定？我觉得不可思议。王小姐讲，规家3人只有伊5倍券互绑定来配，伊也发现绑定来配只要身份证、手机号码加来配 money 的户头，无需要健保卡。伊问经济部讲是个人资料外泄时，更加会怀疑甲前男朋友有关系。经济部是跟我说是我的个资外泄，我有跟一位男朋友做同居啊。那我不知道说我的资料有没有遗留在他那边。被害人他有怀疑他的朋友，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深入追查。警方讲，王小姐怀疑向特定的对象偷摕个人资料，已经向这方面来侦办。模用者恐惊犯妨害电脑使用罪甲伪造文书，也呼吁民众莫凊彩点选来路不明的网站，以免互偷摕个人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民众敢有去登记5倍券的app话，国内疫情稳定，加上这个5倍券可能对国内经济真有帮助。有学者认为讲，今年的整形券金额更较济，可能会比去年的3倍券效果更较好。上紧伫今年第4季或者是明年的头1季，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另外讲到这个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6大指标其中一个，就是购买耐久财，所创下这10个月以来上新的数字。这也代表讲，这5倍券的效应已经开始伫咧发挥啊5倍券有希望带动家庭内需经济。大经院表示，今年整形券点火效益更较大，创造经济规模有希望超过1000亿，而且经济效益上紧，今年第4季就看得到。加码，不管地方或者是说通路上的加码，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比去年大。国发会讲1000亿嘛，应该可以，搞不好可以更大。这个效果应该会在第4季跟明年第1季发挥出来。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74.39点，连续2个月，6项观察指标有64项。就业机会6个幅度上大，类似产业受疫情冲击，就业市场表现无甲来理想。不过投资股市时机加买耐久财较乐观，尤其买耐久财比顶个月升悬2.1点。学者认为5倍券效益已经提前反映，10月5倍券上路，成长幅度会更较大。这次每个人有5000块。我们一般的家庭可能有1-2万，就想要去采购价格比较高一点的产品，所以说你有可能会去换家电，或者你要去换手机，这些都是属于耐久材。内需消费的部分在下个月应该会明显的复苏。国发会也公布8月景气对出信号继续到红灯，已经连续7个月到景气扩张的红灯，其中领先指标升悬，同时指标小扩大。国发会表示，这反映疫情冲击影响已经灯符，灯号持续呈现红灯，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那个批发零售餐饮业这一条分数一次增加2分，零确诊的这个天数其实越来越多其实店家的生意都慢慢的其实都变好了。
国发会表示，疫情缓和管制放令，各加上进行5倍券，有希望有关类似经济。若为3倍券的经验来看，乐观有果，今年 GDP 成长率有机会达到6%。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若去到外岛做兵，咱拢讲是抽到金马奖。国防部正宣布讲，对这个月开始试办新版本的军事训练役，入去做兵完成5礼拜训练了后，就要落去部队进行11礼拜实际演练，甚至有机会去抽到金门、马祖做兵的机会。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会当增加部队经验，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军事训练役男制度有重大改变，国防部宣布，这个月开始要启用新版的军事训练役。因为即马役男完成新兵训练了后，会留伫原来的新训里训练。即马改做完成5礼拜入伍训练了后，役男爱落部队实施11礼拜的编制专长加实务工作训练。同时，落实外岛签，有机会抽到金马奖去金门马祖做兵。国防部阁讲，106年捌验证役男落部队的成果，确实是有效果，达到训检结合。跟部队做一个实务的一个经历嘛，最起码比训完以后，他就回家会获得某一方面的注意的。那连同外岛也一样。邱国正表示，包含剑道、勤务、新训部队，未来拢会平均分配役男，等于是当年有35000个役男分发到部队，伫部队点11礼拜。因过做大学役男利用寒暑假分2阶段做兵，是毋是毋免落部队加抽外岛签咧？邱国正是讲已经有相关考量，有可能安排落部队。那为什么明年度开始又多了一个下部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训而未用，这个训是没有效果的。我在军中这个历练，我也很清楚。前面2个月好，我们不动它，可后面第2个2个月又未尝不可放到部队去。这个政策难免有点草率到没有涵盖到所有的层面。那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巡航舰27梦号27透早由北向南通过大海。邱国正证实国军有掌握，暗过未干涉。中共军机27个出现在咱西南空域，敢若9月份到103架次。我们若有舰载的防空飞弹在那附近海域的话，对它的压迫性会比较大嘛？既然要作战一定是全盘来考量的。若是中共军机一直真接扰乱台湾，是毋是有军事特殊意义？邱国正是讲，这甲中共军机年度训练气候拢有牵连，国军会尽力维护咱西南空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维今仔日伫立法院用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陈碧维坚持用台语质询，佮叫人来做翻译，想要到邱国正伊唔接受，甚至佮讲语言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尔，爱用较通用的，也就是华语来做沟通会较方便，这引起这双人一句来一句去。另外，立法院伫这会期会提供母语翻译服务。对国防授权法，国防部了解偌济？我跟委员先报告一下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母语就是国语，我嘛尊重大家无共语言的人。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维甲国防部长邱国正27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双方意见真无同，拢无退让。陈碧维坚持用台语来质询，想要启用本会期头一摆试办的台语传译。不过邱国正无采纳，27国防部常务处长李宗浩斗相共翻译，两人拢真坚持。你有够阿爸啦！我没有阿爸。今仔日若法国人徛伫遮，你会叫伊卖你会叫学中文吗？其实去年3月到10月，退伍会主委办社款备询时，就因为听无陈碧维的台语质询，为着质询应该用什么款的语言，双方也讲甲真无爽快。为避免相关的情况，立法院对本会期依照国家语言发展法，试办提供口译机制，适用国家语言包含国语、闽南语、客语、手语16种原住民语言。不过，即阵甲提供闽南语口译人员3位，客语2位，也无原住民语的口译人员。我们努力的说这个会期，我们先行试办一个会期看看，看看那个办的那个结果怎么样，还有那个效益如何。他听不懂的话，可以用这个来挂。所以部长有挂吗？不，他自己来判断呢、就是这个是提供的服务，我们不能够强制说谁一定要挂上。所以他可以自己派人上。立法院强调，推动口译的机制，即别立委有需求，就使来提出申请。只是委员会头一摆启用台语的传译，引发陈碧维甲邱国正互相坚持，互主席赶紧来调解，再来收场。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即几工仔伫咧片湖路面上出现皮肤上起粒啊，即款的症状，敢若今仔日去互医生看的人就上百个。医生表示讲，这是一种接触性的皮肤炎，感染源是透过空气伫咧传，详细感染源还阁等咧调查。好，谢谢。 皮肤科诊所拢伫排队，有真侪民众要来挂号看诊，因为真侪人拢出现这个症状。很痒吗？很痒。颔管规大片，敢若开啊，实在是真痒。用各种方法也是无度止痒，赶紧来看医生。要人胸坎甲手骨这所在拢出现相款的情形。有民众烦恼讲，是毋是注射疫苗了后的副作用？你什么时候打 BNT 疫苗的？礼拜4，第一天就没什么。 啊，后面就慢慢延伸就更多。对吧？哦，会很痒吗？很痒。遮侪人来看皮肤科，拄啊发生在27。平湖民众拄啊好即几工，身躯拢敢若亲像不要共款，一直发出来，真痒。病人、老的、少年的拢有，保守估计至少300人。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部分的医师也无轻易来下定论。初步研判是接触性皮肤炎。应该不是互相传染，应该是大家共同去接触到这个东西。那。 是什么东西？真的是，你说禽螨也有可能，毛什么就都有可能。但是问题是这么多人有，可能就不是单一个原因。我们所有医师跟我们谈的都没有提到疫苗这件事，对，就是判定起来它并不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是一种接触性的皮肤炎。 因为最近东北季风真强，卫生局表示有可能是花粉，也是一寡网虫经由空气去接触到民众，引发过敏的现象。不过有感染源也不明，尽管初判不是传染病，不过更加相关单位要来调查真正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高铁要做到宜兰去，不过这个宜兰站要起伫咧倒位，也引起中央甲地方的争议。交通部长王国材伫今日表示，顶礼拜六有去到宜兰和乡亲沟通，而且不管是好的也是歹的，拢向乡亲来报告，希望未来大家会当有共识。也强调讲，目前这个地点是还未定案。交通部顶礼拜六到宜兰办高铁延伸宜兰设站说明会，验过所团讲，这场会议中。 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宜兰县长林姿妙虽然名义上是共同主持，不过林姿妙根本就无摕到完整的会议资料。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到梨花县报告轨道建设的时阵，就被宜兰的在地立委质疑交通决策的过程无够透明，不能成到阴谋论。宜兰这个站主问题，现在目前呈现的是什么？是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以后， 将会引起政治风暴。在我们处理的程序如果太过粗糙、政治凌驾专业，在我们各种阴谋论、各种幻化之后呢，所有的箭不是射在我身上，就射在你交通部的身上。现在这个未来面临的课题，现在不拿出来谈，未来就变成在局里面。部长是认为那天有成效吗？我觉得也听到多样的声音。王国材证实，交通部进前提出。 四城站的困难度较细，相比较宜兰站伫咧工程上会拄到正大的困难，沿线也要听69栋厝，所以这边到宜兰向在地清楚的说明各站的优缺点，也甲意见早登记交通部无有设立场。如果大家可以面对像这样一个9层楼的庞大占地在宜兰，或是大家可以面临大概69栋是沿线。 另外，车站大概有40几栋的拆迁哈，那这个课题我是希望说抛出来让乡亲了解，也是我们后续在决定站址的一个参考。对是不是一个会到在地沟通？交通部表示，若是在地有需要，会当搁再办说明会，希望慢慢形成共识了，做出最后的决定。目前是也无有设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去年，交通部和北北基3位首长有达成共识，甲家人捷运认定最重运量的捷运来做规划。不过路线到当时还未出来，交通部表示讲，目前路线还阁伫咧讨论一个上届适合的版本，按算1个月内会确定。 位在基隆7堵甲5堵中间的大铁百货车站，是2007年启用的都会通勤站。规划中的基隆捷运原本伫遮会挖到大铁路线的设置，不过基隆市政府争取会甲路线扭到附近人真多的百货社区，当地民众会感觉真期待。北5堵或是北部或是7堵以北人数也比较多了。
早上通勤的那些人数，学生啊、上班族基本上人数都蛮多的，还有多一个捷运应该也算是不错了。选举是三出2次是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反应啊。很期待。对啊，都是基隆也是很期待，但是基隆大部分上班都是在台北。民众讲，真久进前就听讲要起捷运，真侪在地人拢通勤到上班去上班，希望会使赶紧来建设。根据铁道局9月初更新的归人捷运规划作业。归人捷运设站由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经过中树湾、石科、石子、五岛、北五岛、六岛、7岛、8岛、3坑仔到归人，后小这个延伸到归人复合商业大楼，设置12站，全长是19公里。不过新北甲归人对设站的地点有无同的意见，即阵正在进行无聊作业，有计3市的首长会甲交通部进行会议讨论。我们也乐见，就是部里面有一些新的进度，或者是要跟地方沟通，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乐见吧。1个月内会把最后路线找这个，包括几个县市的这个首长来把它做一个确定。好，然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是未来由谁来新建，由谁来营运，我们希望在1个月内把它。交通部答应1个月内最终的路线就来决定。这阵归人捷运已经在综合规划基本报告阶段，路线确认了后就进行环评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新闻。德国国会大选的投票已经结束了，社会民主党以25.7%的得票率赢过总理梅克尔的基民党，成做德国的第1大党。这个第1大党和第2大党拢是希望其他政党来加支持，组成后一届政府。开票结果，地方左派社民党总部出现欢喜的发声，庆祝得到25.7%最高得票率，是国会第1大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也是现任大联合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兹，伊讲要组成一个务实、自信、甲团结的新政府。Vie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hr Kreuz bei der SPD gemacht haben, weil sie wollen, dass es einen Wechsel in der Regierung gibt und auch weil sie wollen, dass der nächste Kanzler dieses Landes Olaf Scholz heißt. 现任总理梅克尔所属的中右派是创下历史上上差纪录，以24.1%的得票率差较无2%排第2。梅克尔党内接班人拉谢特坦白讲，成绩无真理想，不过也是希望会当争取足够领导后一届政府。两大连胜政党得票率拢较无3成，是德国政坛二战了后头一届看到的。媒体是分析，即马台面上有2个可能的总理人选，肖兹甲拉谢特，也甲2个关键少数党，也就是得票率14.8%的环保政党绿党，也有得票率11.5%亲上派的自由民主党。后梅克尔时期的政局也需要经过谈判甲合作。绿党甲自民党加起来得票数超过1/4，会当互2个领先政党的任何一边下过多数，是上可能互人定顺革命的组合，也是少年选民比较较支持的对象。不过要甲绿党甲自民党的主张整合做一个联名是有难度。带头的社民党加基民基社联盟，虽然拢无想要继续目前大联合政府强治的局面，不过也是无法度排除这个可能性。外界拢认为协商恐惊会一直拖到耶诞节。在新政府成立进前，已经做16年总理的梅克尔，可能还阁继续看守，暂时也无法度把政权交出去。Wie man so schön sagt, historisch. Die Kleinen, die werden das Zünglein an der Waage sein, oder ob die FDP mit den Grünen zusammen sich ihren Partner aussuchen. Da kann Herr Scholz und Herr Laschet können sich feiern, aber ich weiß es nicht. Ich hoffe nur, dass die ziemlich zügig 也是极右派另类选择党 AFD 得票率1成，虽然全国总得票下降，在东部萨克森邦也甲图林根邦也是上大政党，表现上歹的是极左派左翼党，连5%的政党得票都无法度保调。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英国离开欧盟了后，一寡问题也渐渐浮出来。亲像因即马唔那是欠货运司机，即马也欠汽油啊！伫个拜6礼拜时阵，引起民众透暝3更去到加油站要排队加油。面对着国内欠油的问题，英国政府也当咧考虑讲要出动军队来载油。另外，针对着欠司机的部分，可能会发5000份的短期签证，予一寡货运司机。大伦敦地区的每一个加油站拜六全部正做一包休困站的景象，透早5、6点就人赶来排队，只是为着要甲车的油箱拢甲加满。
I think there's a bit of panic buying going on, or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going a bit nuts because 6 a.m. in the morning people are queuing up for petrol, which is a bit crazy. 伫透早到暗时，加油站头前的车一直来，一等就是几啊点钟。有人等到尾啊，火气也行起来。伦敦警方2楼就接到报案，去一间加油站来处理纠纷。这查甫人互依照攻击罪互抓起来。其后有5500件独立加油站的汽油零售协会表示讲，2/3的成员汇报因的油箱拢空空，另外剩的1/3的成员的油箱也特别打落。协会会长布莱恩·麦德森指出，这完全是大家拢真惊吓性的抢买所造成的。交通大臣夏普2楼出面呼吁消费者爱冷静，伊搁再强调，国内无欠油的危机。 And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to know is within the country, at the 6 refineries and 47 storage facilities, there's plenty of fuel. There's no shortage of the fuel within the country. 其实欠的不是汽油，而是运送汽油的客运卡车的司机。客运业者指出，在新冠病毒疫情、劳动力老化，抑个去年脱欧了后，真侪外国的工人离境这因素的互相影响之下，英国的卡车司机已经欠几啊万人咯。 HGV situation,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in more drivers and more visas. And I'm astonished that the government, knowing the situation, is not acting today. The Prime Minister needs to say today what he's going to do. There are 100,000 vacancies for drivers. There are shortages. 共新政府的解决之道是先暂时对着能源业者免除竞争法，也是运输业者强向自信，并且优先向上界需要所在来运油。这是在去年3月超市物资欠缺危机了后，搁再停止竞争法的实施。另外，一方面，当局也正在考虑出动军队运油的可能性，并且紧急在下个月核发5000份的短期签证予客运司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台湾伫咧顶礼拜申请要加入 CPTPP，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未来若准有加入，伫咧短时间内，农产品、汽车、加工食品等等一寡国内需求产业会受到影响。不过，若甲时间久长来看，颠倒无加入影响会更较大。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讲，台湾加入了后的5年后，农产品的外销金额会当增加到5年500亿。 日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无到1礼拜至7礼拜2，立院经委会就开影响评估专案报告。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湾申请加入，早伫2015年。 总统马英九时代就已经在做啊，是经过真侪年准备，而且最近申请也拜会过会员国，得到日本、澳洲等国家的支持。 先中后台就用 WTO 的一个模式，或两岸同时入会，这个部长有评估过吗？那中国它就是会用一个中国来反对台湾，那难不成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去加入？所以不，我们成功加入 CPTPP 的几率多高？会有没有超过10%？一定远高于10%。有没有超过20%？一定远高。那我们就是一个可以符合高标准这个贸易规范的国家。 王美花表示，加入 CPTPP 短期受影响的产业有农业、汽车零组件、加工食品，会面临外国产品价格挑战。不过，长期评估，若无加入，影响更较大。台湾加工食品、化学、番薯等工业产品未来输入越南、马来西亚、智利、墨西哥等市场，恐惊面临5.5%到10.7%高额关税。 随着 CPTPP 成员国的资金刺激效用的增强，对台湾的投资产生排挤的效应，然后降低我国的长期投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已经在做相关评估，可能受影响农产品有稻米、往来、酸亚、鸡肉、蒜头等20项。强调在谈判过程当中，争取稻米这敏感农产品排除降税，或者是延长降税时间。不过加入了后，好处较侪，农产品外销5年有希望增加500亿。 5年500亿是说出口的部分的增加。本席要请问的 minus 的部分，我们怎么去辅导？我们希望可以比照日本、加拿大，甚至越南，那可以放到不是零关税里面的，我们尽量的保护住。明年全部执行我们的稻米的收入保险。 陈吉仲表示，外界关心加入 CPTPP 会开放进口福岛食品，伊强调，无论是毋是加入，福岛食品进口拢会真严格，爱附原产地证明、辐射含量证明，有相证才能入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申请要加入 CPTPP， 政府敢会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区的食品呢？原能会主委谢晓青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国内食品的辐射检测量已经增加到本地预估的3倍，会搭配检验进口食品安全。另外，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2年后要来排入去大海，国际原子能总署12月会派人去到日本监测。谢晓青表示，台湾也会派人去到日本观察，按算伫年底就出发。咱国家申请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国家嘛关心讲啊，敢来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啊，个安全管控。原能会主委谢小新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讲啊，是要来开放，毋是原能会的主管业务。不过像原能会所管理的国内食品辐射检验的能量，已经为原本每一年2万外件增加到6万外件，会当一批一批来检验把关咱的食品安全。将来跟人家谈判，你一定要都准备好。是的，是的，不可能让他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强调，这涉及到国内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的有关的检测的量能，是我们所估算的3倍。日本宣布第2年了后，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含川废水排入去海内底。IAEA 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准备伫12月派团到日本监测调查，因为咱毋是 IAEA 的成员，原能会甲外交部伫甲日本交涉之下，咱有可能会另外派一个类调查团去日本来观察。他现在确定应允，我们可以过去了吗？是，他现在目前我刚刚讲说朝正向的发展，目前我们都已经在规划了，而且我们的访问团基本上访查团基本上呢，我们的成员都已经弄好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等待那个timing那个时间点。不过确定的时间，谢小新表示讲啊，要等 IAEA 的调查团的时间确定了后，你甲日本确认，才会讲两边的时间是同款的时阵。记者张志雄、谢启文台北报道。国内的社会主体伤过少，即马内政部也正咧研究其他方式，伊拍算要找营运有较困难的饭店业者合作，甲饭店旅馆转做是社会主体，时间是3年到5年。除了会当解决到社会主体的需求以外，也会当伫咧疫情期间，互一寡旅馆有稳定的收入。不过，旅馆工会认为讲，这之间有一寡法规限制，可能要先想出解决的办法，才有法度来执行。老师居住的建议，政府去社会主体，也有推动包租代管，即有机会出现第3条路。而且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内政部政务处长黄敬群接受质询时讲，会锁定疫情期间营运困难的旅馆的合作，转做社会主体3年到5年。转轨为社会住宅，那可能度过个3年或5年。让他们在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收益。那我们基本上已经跟一些工会做过第1轮的沟通，其实大家是非常期待。消息传出了后，旅馆业反应无同款，有业者认为讲有固定的客群，无希望来转型，不过也有人赞成。伫供给大有需求的旅宿市场，会使借机得到新的动能。台中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生昌强调，旅宿甲社体在主体法规、税率、防火者各项的规定拢有差异，政府必须要提出详细配套的做法，并且提供减税诱因，才有法度来促成产业的转型或人才的转型。我们必须要在做修改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可以提供，比如说在金融机关的的协助，让我们可以去特定的银行。官股银行指定几家官股银行，那我们可以贷款来改善我们的设施，符合社会住宅的需要。台中市这阵社体规划达到5000户，这阵已经完工1191户，已经出租大约占7%5，成效无佳。台中市府保守看待旅宿转做社体，爱等中央政策明定出来了后，就过来拍算。社会住宅的推动并没有增加跟旅宿业者的一个相关规划。那后续如果中央政策这边研定完成之后，或者是研议完备的一个执行调点，那我们将针对中央的政策来配合执行。民间的主体资源安怎设立社体体系？内政部表示，上紧10月公布相关的政策规划，是毋是法度解决社体供给量不足，并且进行受到疫情冲击的旅宿业，外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有80年历史的旧高雄桥头，长沙登去原位啊，市政府也安排光雕秀。不过民众认为讲，这光线拍起哩，高雄旧车头就亲像看起来就像古早厝的。市政府也表示讲，这是光线问题，会搁再做调整。
因在高雄中山路来徛，愈靠近建国路，愈会当清楚看到有80栋历史的高雄地冠式旧火车站。为着要庆祝旧火车站归位，市府伫25、26暗时拢有3场光雕秀，互民众会当参观。所有人经过中山路的时阵，正面看到红色、紫色、黄色公影来高塔的展体，感觉有点怪怪。第一眼看到就是可能会吓到。会有吓到的感觉，我觉得不要黄绿有点可怕。晚上看的话，民众讲看起来做成抓厝，不过市府讲这是误会，因为光雕秀要伫咧平整的建物馆顶，所以拍光的地点伫咧展体的后壁。民众正面所看到的光影是另外一面的旧火车站，希望嘛会当有光影较来拍光，这是紧急派人去会勘，买来调整。主体是在这个愿景馆的背面。那其实后面只是照灯光，让我们中山路的驾驶跟行人可以看到整个愿景馆的全貌。市府新公署强调，民众看到的模样拢在测试的阶段，未来会重新调整了后，较来拍光。但是光雕秀预计要伫演到9月29号。新公署表示，日期无同款，26号是最后一场。未来拍光的目的是要呈现旧火车站的主体，袂阁有光雕秀。记者王刘婷、柯正俊个报道。伫咧今年初是先欠水，落尾搁再落大雨，致使台南关电的菱角产量减少真济，甚至是无到旧年同时间的一成。关电的农民行伫咧田边，对鱼仔摕起来，就一粒一粒的菱角浸伫咧水里。不过今年的菱角却是比前头搁较细粒。因过这个时期，逐位拢会当看到农民当咧无闲采收。不过今年因为天气的问题，三季延后，要到10月中才会当收。咱的菱角今年就是气候的关系哦，迄阵落雨无到一个10个月拢无看到日头，日头拢无出来嘛，拢无出来，咱这菱角哦，你这花袂掉花嘛，就菱角就慢生长。所以即摆8月半后啊，搁遮热啊，所以即摆热，菱角生袂掉嘛，会烂去嘛。价小以少就价小较悬嘛，即摆拢差不多1公斤差不多100块吧。今年关电菱角种的面积甲去年差不多，大约是300公顷。不过因为产量少，价小就较悬，一袋斤爱60块。不过关电的农会表示，现阶段行情甲价小还阁袂稳，要等到2期甲3期的菱角出来，价小才会稳定。去年的9月1号到9月20号，农会共同运销的数量大概是2000多公斤，今年到现在为止只有118公斤，就往年的数量来讲，差距非常的大。目前菱角大概确定可以比较进入量产，可能要到10月中左右。农会表示，今年的关电菱角嘛，因为交火时期去互大雨破坏，造成产量减少。而且嘛，接到部分的农民反映讲菱角着病，所以今年产季延后是因为气候甲白塘海等等的原因。会甲农政单位会勘了后了解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进前天气无稳定，互中国毛蟹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今年对中国来的中国毛蟹数量有较少，致使台湾本土市的毛蟹价销大起。业者烦恼讲会调查头，毋但增加监视器，警方也加强巡逻。警察甲巡逻车开入去养殖场，一摆要保护的对象是一只一只的毛蟹。今天我们特别来这边参观一下，对。毋但加设巡逻箱，警察也增加巡逻，互养殖场边仔会当提悬警戒。若渔民家己也是加强戒备，毋但加装几若台监视器，随时会当伫线顶监控。暗时该困伫池仔边的货柜厝，就是烦恼家己的心火会互贼仔偷摕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围嘛，他就说我抓虾，明明水沟都没水还抓虾，对啊，很明显来偷蟹的，来偷蟹的啦。渔民讲苗栗的毛蟹预计10月会上市，因为价销起袂少，这2个月拢爱设置着贼头。前几个月欠水，佮因为气候影响，养殖的成本增加，佮因为疫情的关系，走私含中国进口的数量比往年减真侪，致使价销也变较悬。本身都要通过这些的这个药物的一个检验，都是 ND 都没有检出的，所以我们在上市前都要检，而且我们有黄尾的标章的这个蟹款，我们在大概要上市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来警方这边会来跟我们的这个蟹农户来做一个巡逻。苗栗县府表示，当年大约是饲18万只的毛蟹仔，收成大概有3成到4成，今年的毛蟹是3两到4两占上济。价销大约是400块左右，5两以上是更加抢市。即马除了推出认证，拍出家己的品牌，消费者嘛会当为检草白毛蟹的特色，判断产地敢是苗栗。
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配合民间团体，伫咧市内的宗人医院，设嘉义市头一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时大场地甲设备。学校的中照科系学生嘛会当有实际陪伴时大的实习机会。配合老师的指导，上课的校园做伙纯正身躯做瑜伽，这个校园拢是60岁以上的时大，而且因上课的动作拢有请物理治疗师来设计，要来加强因的筋肉。透过他的肌耐力提升以后，我可以告诉各位，他的心情状况就会变好，而且他能够做的事就变多，他就不会有过去那一种我老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办法做的感觉，反而他会变得很有活力，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啊、肌力量。这间伫学校内底新成立的长照据点，这个月22才正式启用。来这时大唔但有学校资源的课程通学习，长照相关科系的学生嘛会当培养服务的经验。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跳脱刻板印象。那其实年轻人拉近长辈的距离，我们也对这个行业也不会说太过于排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轻盈共照的部分。你若伫咱家滑倒，还是心肝病痛，拢无人知影，来到这骗一个人咧照顾，然后食饭啊，食到足营养的，这是真正是老人福音。虽然这启用无几工，但是逐工拢有时大要来上课。主任表示，刷来规划个人瑜伽推广较认真，希望培养更较侪老师，和包围据点的时大，嘛会当来上同款的课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的爱河伫市区这段连续4天水拢变色，而且范围有几啊公里长。民众怀疑讲这是去污染去啊，不过环保局到现场监测水质，表示讲这水内面有真侪水草啊伫咧生炭，变色是自然现象，也请市民唔通烦恼。徛伫爱河之心桥顶对下骹看落去，规个水面变甲赤赤，哪亲像天仙。定定来爱河岸边骑车散步的民众拢有发现。正常有当时啊，哪有敢若像较蓝色，有当时啊像较土色，是有感觉奇怪的，啊，毋过人有咧清呢。水就看起来脏脏的，你在这边运动的人看到水脏脏的和污染的感觉，你当然不舒服。其实爱河的水变色已经有4天，范围对龙华桥到元景桥这段超过2公里，敢是河水污染？环保局人员顺早嘛有发现，现场检测水质，发现游泳量甲酸碱度拢真悬。用显微镜观察，原来水中有一个叫稳藻的藻类生炭，水才会变色，甲进前的天气有关系。上游的部分呢，由于最近间歇性的一个大雨呢，所造成的非点状的营养盐的部分的排入，还有以及高雄市的日照强烈，以及还有爱河部分的河段的水流呢是比较缓慢。环保局表示，水中藻类生炭致使爱河变色，伫季节高温时定定出现，去年嘛有是自然现象，而且爱河的水质当年拢有咧改善。记者陈亚文为做高雄报道。有乌心的业者对我讲是要做肥料工厂，事实上是找一块土地乱拼事业废弃物。警方也伫咧中南部总共查到13个所在，有吨要到3000吨的废弃物。保持环境到中华路港这个鱼池啊，这个亲像山同款，就是违法业者讲的堆肥材料。啊，不过详细一看，全部拢是废弃物。是胶片啊！哦，伊这拢是呢，这个拢胶合啊。真无简单，8个顶悬，不法业者想要整平，个吨个较济。啊，不过眼前这堆数量已经真惊人。这被写成碎片的塑胶甲废建材，长久泡伫水内，不只有臭味，土地也可能受污染。真的是不好闻，这越来会越臭。发酵后，恶臭污水未经处理，水体排放污染附近环境及地下水体。保持环境加强化检验8月开始，大规模搜查，查到有合法各利用的公司，加清分业者、地主、土地中人组成犯罪集团，以事业废弃物各利用的名义，将回收的加合帮、路屎甲事业废弃物简单切做碎片了后，拼伫中华台中云林甲嘉义4个县市13个农产甲鱼池啊，有超过10万立方公尺，重量超过24000吨。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获利。厂商讲法是说要做再利用，但是现场却没有发酵设备。
所以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觉这个案情可能有点重大。中华检方表示，为今年3月开始，就陆续接到通报，除了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涉过负责人，总共49人，不法获利7300多万甲犯罪工具，拢依法没收。各县市环保局也继续追踪污染的情形，也会对业者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推广布袋戏文化已经有连续19年举办云林国际舞戏节目。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改做是线顶展览加现场活动，也希望讲民众若准备来看，就要配合防疫政策。今日云林服务的布袋戏馆，对10月7日开始来到这，就当看到由台南现空法师所提供的几落百尊传统的红仔，佮有经典的代表角色苏燕文、苏焕金等等。另外，佮有个外无共造型的国际戏红仔来展出。这些布袋戏偶呢，非常的吸引人哦，而且呢，可以说是呢，可以有历史背景的哈。那这当中呢，生旦净末丑每一个偶呢，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也特别有珍藏的这个意义。云林国际红仔戏节今年办第19届，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头一遍是用网络甲实体的活动做伙办理。不过其中青年金奖奖等等的比赛会照时间举办，希望传承布袋戏的技艺。因为这些艺师年纪比较大，他的经验比较多，演出来的呢是比较刚刚讲的纯熟。那现在小朋友在演，他就很纯真。所以有时候你在看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这样的一个衔接啊，你会觉得说应该是要为我们这个布袋戏文化更加努力的付出啊。线上的部分会有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口白的竞演，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影展，这个也是第一次希望把就是所有跟国内国外跟这个就是偶戏相关的这个影片在线上让大家在可以去就是欣赏这样子。文管处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国内大型活动拢停办，无就是改做网络举办。但是今年的云林国际红仔戏节保留实体金奖奖，佮有颁奖典礼等等的活动，参与的人数有限制，网络甲实体拢有活动，希望会当伫疫情的影响之下，顺利互剧团有演出的空间甲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来基原乡部落经过正严重洪灾，居民拢刷到新鼻乡建立新的部落。也因为这个新的所在，有设一个部落共同记忆空间，要来展示传统建筑的模型和老相片，希望会让保存历史以外，也带游客认捌在地。壁顶搭着记录过去洪灾时的相片，边仔阁有在地部落的特色建筑和器具的模型，这是屏东新来基部落的共同记忆空间。展出过去原乡部落居民生活的模样，石板屋啦，或是这个谷仓啊，说模型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这个部落里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设施。屏东来基的原乡部落过去经过2摆严重的洪灾。居民都迁徙到新鼻乡的大塘南华广场，即马合作新来基部落，为着保存原乡时代的记忆，当地发展协会特别成立部落共同记忆空间，希望继续传承部落的故事和历史，也让游客更加了解在地。这样就是一个88洪灾或者是老照片，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族人或是这个游客来看一下，我们曾经有这么一段的一个回忆了。虽然部落导览的服务目前因为疫情暂停，不过社区又原咧拍拼规划配套，未来按算发展部落游览的行程和社区体验等等的活动，希望带游客详细认捌来基原乡部落，也保存珍贵的故事和历史。记者综合报道。长期以来，伫咧关心西藏基地画家董正阳，伊甲西藏的佛画结合争取人权的意念，传达西藏人无要放弃，而且要争取自由人权的精神。即马伊的画也当咧台北的册店展览。你不能只是单纯就是画这些图腾，你一定要去阅读佛经，然后去理解它的来源。人像内底除了为西藏自由奋斗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阁有青年运动者，甲象征西藏希望的儿童，拢总16百，拢是艺术家董正阳的画作。很多人就是只是我只是想要学藏文，我只是想要学习就是藏传佛教。但是因为这样，他们都是被关入狱。一个个人的故事，
角度会知道这样人的目标，所以今天画的这些人，是真的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未来国家、未来宗教。当金庸用鉛筆描繪人物結合藏傳佛教的佛像，畫出這個西藏人士，雖然遭受中國迫害、流亡在外，有關世界體人權、文化議題等等出聲，甚至犧牲性命，即馬當咧台北左轉物資來展出。西藏台灣人權連鎖表示，展覽選伫9月27這天，主要是紀念1989年這日發生的西藏第2屆恐怖日，透過畫作表達西藏人無放棄追求自由人權的精神。記者鄭雅文調隨台北報道。天氣轉變化，明仔載氣象咱做伙來詳細看。吉隆到新竹是對25度到34度，苗栗到雲林是對24度到33度，嘉義到屏東是對25度到34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4度到32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5度到33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看今仔日的暗新聞，我是嘉豪，咱明仔載嘅時間再會。